大家好，我係湯比，歡迎大家收睇香港早晨頻道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呢一類深入分析時事、心理學、社會現象同人物行為嘅節目，記得睇到最後，因為今日我哋要探討嘅內容，相信會令大家重新思考一個問題：究竟一個人成日講大話、包裝自己、塑造英雄形象，到底係純粹性格問題，定係背後有更加深層嘅心理因素？首先，好多謝一位網友喺直播嘅期間提出咗一個建議，就係叫我嘗試了解一下乜嘢叫做雷普利症候群。首先，我要聲明，今日節目係從心理學同社會行為角度作出分析，所有案例都係綜合唔同生活情況而成嘅虛構例子，唔代表對任何真實人物作出精神醫學診斷。真正嘅診斷必須由合資格臨床心理學家或者精神科醫生作出。近年網絡世界出現一種現象，有啲人總係將自己包裝成一位非常成功、非常專業、非常正義嘅人物，例如聲稱自己畢業於名牌大學，曾經擔任重要職位，又或者認識好多名人，掌握大量秘密資料，每一次出現都好似自己知道所有真相，亦希望其他人相信自己係唯一可信嘅人。心理學界有唔少人都會提到一個坊間流行嘅名詞，叫做雷普利症候群。呢個名稱其實源自小說《The Talented Mr. Ripley》，主角嘅行為特指主角善於捏造身份、欺騙他人，甚至慢慢活成自己虛構出嚟嘅人物。不過大家一定要知道，雷普利症候群並唔係正式精神醫學診斷，無論係 DSM 定係 ICD 都冇呢個疾病名稱。DSM 全名叫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，英文係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。佢係由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編寫，可以話係全球精神科醫生同臨床心理學家最常用嘅診斷參考書之一。呢本手冊會詳細列出各種精神疾病同人格障礙嘅診斷標準。例如，一個人要被診斷患有抑鬱症、焦慮症、自閉症、創傷後壓力症候群，又或者人格障礙，都唔係憑一兩個行為就可以下結論，而係要符合好多項診斷條件，同時由專業人士經過詳細評估先可以作出診斷。另一套同樣非常重要嘅標準就係 ICD。ICD 全名叫做國際疾病分類，英文係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， 由世界衛生組織即係 WHO 制定。同 DSM 唔同嘅地方係 ICD 唔單止包括精神疾病，仲包括身體疾病、傳染病、癌症、心臟病等等，幾乎所有醫學診斷都會納入呢套分類系統。所以世界好多國家，包括香港同澳洲，醫療系統都會參考 ICD 作為疾病分類標準。值得留意嘅係，無論係 DSM 定係 ICD，都冇一種正式診斷叫做雷普利症候群。換句話講，呢個比較似係媒體或者大眾用嚟形容某一類行為模式，而唔係一個正式病名。咁點解會有人不停講大話？心理學其中一個相關概念就係病態講大話，有別於一般人偶然講一句大話。病態講大話係一種長期反覆出現嘅行為。有啲人講大話，甚至唔一定係為咗金錢利益，而係因為真實身份令佢感到自卑，所以透過虛構身份去獲得尊重、崇拜或者認同。久而久之，呢啲故事越講越多，細節越講越完整，甚至連講大話嗰個人自己都開始相信。心理學認為，人類大腦如果長期重複一件事情，就有可能慢慢將記憶同幻想混合。當一個人每日都重複話自己係某個專家，或者曾經有某段輝煌經歷，最終佢可能真係覺得自己就係咁樣。不過，病態講大話並唔代表一定患有精神疾病。好多時候背後可能涉及自尊心不足、童年經歷、身份認同危機，甚至長期缺乏成功感。所以希望建立一個更加理想嘅自己。另一個經常俾人提及嘅概念就係表演型人格。表演型人格最明顯嘅特質並唔係講大話，而係渴望成為眾人焦點。佢哋希望所有人都留意自己，如果冇人關注就會感到失落。例如一個聚會入邊，本來大家傾緊其他話題，但總有人會將焦點拉返去自己身上。不論係講自己經歷、自己受委屈，又或者自己點樣幫助過其他人，最重要嘅唔一定係內容，而係希望大家將注意力集中喺自己身上。但係大家要注意，表演型人格同病態講大話並唔相同。
好多具有表演型人格特質嘅人，其實唔會刻意欺騙別人，只係表達方式比較誇張，情緒比較外露。除此之外，自戀型人格特質亦經常同呢類行為放埋一齊討論。具有強烈自戀特質嘅人，好容易相信自己比其他人優秀，希望得到崇拜，同時好難接受批評。如果有人質疑佢，佢未必第一時間反思自己，反而可能將責任推卸俾其他人，甚至將提出問題嘅人描繪成敵人。當支持者開始相信呢個講法，一個我先係真正受害者，或者只有我先知道真相嘅故事，就容易慢慢形成。網絡世界更加放大咗呢種現象。以前一個人要建立名聲，可能需要多年努力，但係今日只要有直播、有短片、有社交平台，就可以喺短時間建立一個新身份。假設有一位虛構人物，我哋叫佢阿鹹。阿鹹每一次直播都會表示自己曾經喺好多專業領域工作，識法律、識金融、識科技，又識心理學。每逢有人提出疑問，阿鹹就會話：你哋唔明，我有內幕消息。久而久之，部分觀眾開始相信，甚至唔再查證資料來源。之後，阿鹹開始批評其他網絡創作者，話對方做錯晒所有事情，又聲稱自己掌握大量證據。不過，每當有人建議交俾有關部門處理，阿鹹總會話時機未到，我仲有更加重要證據，而家公開唔方便。結果一年又一年，證據始終冇真正公開，而觀眾就一直期待下一次直播。從心理學角度，呢種做法有一個效果，就係不斷維持觀眾期待感。只要真相永遠留待下一次公佈，支持者就會一直留低，希望知道最後答案。另一種常見行為就係塑造英雄形象。每一次發生爭議，阿鹹都會以調停者身份出現，表示自己只係希望主持公道，希望世界變得更公平。但同時間，佢又會不停用激烈言語攻擊異見人士，甚至將所有唔同意自己嘅人標籤成敵人。呢種現象，心理學有時會同救世主情結聯想埋一齊。意思唔係話對方一定有病，而係有啲人好享受成為解決問題嗰位英雄，因為每一次得到掌聲都會令自己產生成就感。更加值得留意嘅係社交媒體平台本身嘅運作方式。演算法通常會優先推薦容易引起情緒反應嘅內容，憤怒、衝突、對立，往往比冷靜分析更加容易吸引點擊。於是有啲人開始明白，只要每日製造新衝突，就能夠維持流量。所以我哋作為觀眾，最重要唔係急住相信任何一方，而係培養批判思考能力。一個真正值得信任嘅人，通常唔會要求大家盲目相信自己，而係鼓勵大家查證資料，比較不同來源，獨立思考。如果有人永遠話自己100%正確，所有反對者都係壞人，所有質疑都係陰謀，反而更加值得我哋保持警覺。心理學真正希望教曉我哋嘅，並唔係急住將一個人貼上標籤，而係理解人性背後嘅原因。每一個行為都可能受到成長背景、環境、價值觀同人生經歷影響。我哋可以分析行為，但唔應該輕易將任何真實人物診斷為患有某種心理疾病。今日希望透過呢一集節目，令大家明白身份可以包裝，人設可以建立，故事可以編寫，但事實始終需要證據支持。保持理性，保持求證精神，先至係資訊爆炸年代最重要嘅能力。如果大家鍾意今集節目，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。你認為一個人點解會不停包裝自己？又點解有啲人咁容易相信一個充滿戲劇性嘅故事？留言同我哋一齊討論。最後，如果你未訂閱香港早晨頻道，記得撳訂閱，開啟通知鐘仔，同埋幫手點讚，分享俾更多朋友。你哋每一個支持都係我繼續製作更多深入分析節目嘅最大動力。我係湯比，我哋下一集香港早晨頻道再見。